来看屏东高树乡的便利商店发生可怕的代志。一个30岁女店员，就敢若提醒入门的男顾客爱甲喙暗挂好好势，安尼袂得。这个男顾客竟然是找伊出水，先甲耍阿妈棍，刷落来，一直整，一直挖伊的目睭。这个女店员拼来死命，一直滚量，就是量袂开。一直到警察赶到位，才甲人扭开。但是女店员的两蕊目睭已经伤到真正力，鼻仔骨嘛断去，恐惊会痴迷。原来这个嫌犯是列管的精神病患，之前就攻击过几来的人，即摆已经送病院强制治疗。监视器画面内面，这个汉草真好挂喙暗的查甫人入到超商了，就冲入去柜台，将这个女店员的颔棍啊吹掉咧，家二涂骹、双骹加夹掉咧，开始甲整伊的目睭。前后有2分钟的时间，这个女店员一直量一直挨，掩搁拢量袂开，一直到强要无开了，原警赶到现场，举棍啊讲这个查甫人才将伊扭开，并且赶紧将这个女店员送去病院急救，掩搁伤势真严重，恐惊有失明风险。剥甲这两蕊目睭，拢要强要青唔去安尼，边仔的迄个骨啊，甲讲断去。是安怎发生这款代志？这个屏东高树乡这间商店店员讲，被害人捌提醒这个查甫人嘴暗要挂好好。然后他跟他说，应该有讲一些说叫他要戴口罩，之类的话。他有一次就有向他们戴口罩是我的个人的问题，我要短发还是我输在意。传闻讲，这个查甫人进前就捌拍过真侪人。拢要欺负迄查某的，查甫的唔敢呢。遐我嘛他一个，伫咧早饭店，发台呢。打人家之后又关进去，又出来又打人家。嫌疑人因为卫生机构内管是精神病患。列管的精神病患出手伤人，被攻击的超商女店员，今晚还倒伫病床顶，目睭搁包掉咧。对，就是头痛的人物，真的是要关起来，不要让他出来。庄仔内秘书有一粒无定时的炸弹，随时拢有可能去伤到人，和家属生气又搁无助。警方表示讲，目前已经将这个姓杨的嫌犯送去病院强制治疗啊。